在这边啊，高早，今仔日的上课的吼，最近咱的春天的太阳变化足大，一时啊热，一时啊寒，一时啊落雨，一时啊雨。所以大家今仔身体嘛爱保重，爱照顾好家己的身体。这个变化的日子，咱感谢主，咱有理发现变化上个大领来。好，咱今摆来看呢，咱今日要传两条信息，第一条来拢写的是信息，第二条是现在要来第三段，咱慢慢看看，聊到第三段，反正就来第一个安尼。我的贵人欢迎买彩第一段来，来。现在。信息第340岁首，340岁首。我先请书记单一个，然后咱做伙来看伊第一段的话词。我念主的听下，心中无名变切，这款幸福真稳当，而且永远袂变。我心超凡袂惊，主伫身边保护我，无比烦恼行。咱先来做伙念第一段，来。我要为主的名，心中无疆的罪，是我心头的。主。
息，然后有力量也不错，然后来明白咱今仔日带来的礼拜。各位兄弟大家平安，马上要开始今仔日的主日的礼拜，请大家甲恁的手机暂时甲关静音的模式咱主日咱来先咱的今仔日的主日就马上要开始。咱奉主的名要开始今仔日的主日礼拜，请司机倒入。现在
诗篇的第10篇，我来去请兄弟三甲来念。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的灵啊，我要对耶和华讲。论到地上神的百姓，用别个神替换耶和华的，并且食过的食，我无要食。耶和华是我的产业，也是我杯中的分业。所留予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我要学落去的教是我的耶和华。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咱三甲暗下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你是迄个起头，也是迄个落尾。感谢你伫主日悠然，互阮众人会当三甲来学老敬拜你。我也要感谢你，你所留予阮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虽然有时四周围有风影，但是因为你甲阮同在，阮就无惊吓，阮就无忧愁。伫你的面前，阮众人拢有满足的欢喜，因为你踮伫阮内面，保护阮就无惊吓。阮即出时阵，嘛要恳求主帮助阮众人，会当开阔阮咧步行的道，行后走，放大阮徛起的步伐。无论我要往左、往右来开阔，拢有主你信心的引带，互阮众人会当行你主你所欢喜的道路。阮祈祷不足的所在，即摆我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继续祈祷。阮你若听我，就要守我的命令，我嘛要对白求，就伊要用不一个保惠师互你，互伊永远甲恁带，就是真理的神，世间所未接纳的，因为无看见伊，佫毋捌伊，独独恁毋捌伊，
因为伊甲你三角大，不要踮伫你。我用平安留伫互你，我将我的平安赏赐你。我伫互你，毋是亲像世间伫互人安尼。恁的心袂得背叛，也袂得惊吓。咱今仔日呢诗歌圣歌会的敬拜，我们会用咱这边要来一个比较特殊的方式是用乐器的来献他们家同事跟姨弟他们夫妻来做乐器的建设，今天早的木器，因为伊挂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带领吼。今仔日咱特别邀请陈慧牧师、郑慧牧师来到咱的中间。可能兄弟姊妹拢较无熟悉这位咱的牧师郑慧牧师，伊进前服侍教会伫苗栗的教会吼，苗栗基督教会。我顶一遍有听咱陈宏辉牧师讲吼，郑慧牧师伫咧细汉的时阵，
来洗礼是咱的正统会牧师甲洗礼，伫大溪教会，迄阵啊，电牧师伫大溪教会牧会的时阵，所以有真好的教会，在即个教师培养，所以即摆嘛做牧师，即摆嘛做牧师，我相信电牧师你也真欢喜，感谢主，会当有即个机会邀请伊来到咱的中间，等一下我甲来介绍即个师长，师长，伫咱即个介绍的时阵，报告的时阵，咱即摆先将时间来交互电牧师。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地方规牧师伊是伫新汉伊毕业了后，伊就派去到伫大溪教会。迄当阵迄当阵我伫准备看册，其实有小可袂，过伊一直拢会去你讲，我迄当阵要看册，图书馆拢客满，所以我就走去教会来读册。所以对我印象就是讲，我伫学生的时代，我就知影要来超市教会。也感谢主，我迄当阵考高中的时阵，我是超纪录我进前我的数学毋捌入过，从来不曾及格过，拢是红字，拢赤字。结果我迄届考高中的时阵，我竟然是考70几分得要80分。感谢主，我嘛考着第二志愿伫中学遐读册。后来毕业了后，我就因为伫大溪教会，我受着牧师娘真诶甲我要讲感动所以我毕业了后，我就直接去考台湾新南院教育系。我迄当阵诶愿望就是毕业了后，我要转去教主日学。因为阮的牧师娘讲，咱爱专业服饰，爱专业转来服侍，所以毕业了后，我有去到东大教会做教育干事嘛，也有做人真感谢主，伫迄个时阵就已经有正下，就赢落迄个要服侍，要专心服侍的即个心志所以一直到我做结婚生囝了后，有伫外口社会，有工作过真长的一段时间，我想着讲我剩的时间也无济，爱紧转来请找上帝，转来到伫上帝的家来继续服侍感谢主，已经带也互我即时会当徛伫遮甲大家做伙来分享。其实对伫南口我上大印象就是。南口的中庭下面因为我的囡仔是纯儿恋的孩子所以阮拢有伫遐已经有手术过落摆，嘛有看门诊嘛看10几单我常常拢会经过咱南口教会，因为拢是长老教会，所以有一份天然的迄个好感就是毋过就是有就是拢伫边仔行过看医生也毋是咧办的。旧年因为是有洗手爱无限即个活动，有机会听着咱教会是怎样伫做社区的工作。因为我看见有的教会是安尼要做哪毋做毋过咱的教会却是听笑超要阁满出来，阁愿意要分享边仔附近的教会来帮忙关心遮个需要关心的。即款无私的听，真正互我感觉非常的感动。我看见咱教会是一个有听的教会，前几天我无意中2021年的基督教的今日报，我看见有报道讲，咱教会有一位长老，伊也有感情得到医治即款的见证。哇！我搁一摆来感受着，看见讲咱教会实在是一个有信心、担当、伊做工的一个教会。我今仔日会当徛伫遮，甲大家来做伙分享，我感觉非常的荣幸。讲实在的，我进前
吼，我若去到每一个口吼，我第一摆咧去工课，其实我拢会足紧张的，拢咧想啊咧读一下。不过今仔日来到遮，真感谢上帝，伫遮感觉非常的平安，感谢主。一开始之前，咱一个特别来祈祷。听头阮的阿爸的上帝，今仔日是你神的日子，阮欢喜来到你的面前来敲找你，求你的信心甲阮伫地开阮的心跳，互阮听见你的声，已经早起，你要对阮的心来讲话，互阮空空来满满回去。安尼，祈祷离开的是奉靠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名。咱人活伫即个世间，咱一生的日子，毋管是好是歹，是悬是低，对咱本身的行动，咱所讲话的话，咱的生活、咱的工作等等，拢会替咱留落脚印，互后壁的人去熟悉。因此呢，古早人有一句话咧讲：盖棺论定。是指一个人死了后，才会当判断讲，伊做人会好，或者是歹。有真侪人，伊死了后，伊留互人的是水的名声，是恶乐；也有人留落来是歹的名声。毋管安怎讲，凡走过必留下痕迹。你见若有行过，一定会留落脚印，一定会有一寡好歹，互后壁人去面对。今年以来，气候会变迁非常的大。其实我伫今年为元旦甲即马，我已经参加过5场的告别式。告别式一般拢是死了后咧办的，毋知咱敢有听过生前告别式？伫2008年，台中中孝路教会王武聪牧师伊的老爸王美国长老吼，伊有捌举行一场真和谐的生前告别礼拜。迄当阵足侪记者拢去甲伊探访，去甲伊采访，拢去看出来。迄个中间王长老，伊亲身甲每一个来到伊的来参加的亲情朋友迄种。一个一个家己握手，一个一个家己祝福。伊到上路尾，伊到伊最后一口气，伊拢也是要祝福。伊举行完生前感恩告别礼拜了后5天了后，伊就带着5万甲欢喜，转去到厝里底。甲上帝做伙。另外，佫有一个例，迄个毋是基督徒吼，伊是发生伫去年2022年5月，有一个伊着癌症，已经是大期的一个咨商师。伊嘛举办一个生前的告别式，因为伊讲伊想要听见着，亲身听着讲伊的亲情好友，伫伊生命上路尾的时。遐个朋友想要对伊讲的话，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伊是毋是嘛想要听到伊伫别人心目中到底留落啥物款的印象？咱伫人生即条路走总一世人，咱上爱路尾留互世间人的到底是啥物款的形象？咱看伫世界的历史中，有人有留落一寡伟大的事迹，互人来效用。咱看到迄个物件，就会想到伊即个人伟大的创造。就敢若亲像咱看到电火，就会想到啥？爱迪生，对吧？那听到迄个好听的性格，咱就会想到某咪的音乐家，亲像是莫扎特肖邦、巴哈、韩德尔，遮个伟大的人。因为因有留落伟大都好的作品，伫历史中有留落了好的名声，然后后代人纪念久久。其他亲像一寡文学、政治、科学、医学等等，拢有无相写讲。
伊嘛有交落几工，发明甲贡献，吼，代代人因为受着利益来效有感恩。安尼，敢若讲有感恩啦吼，咱即摆来讲甜的代志，想要甲大家分享一个笑话吼。啊，新闻大家应该伫厝里拢有收过黑猫宅急便的包裹吼，啊，迄种叫做啥？快递有无？今仔日条明仔载就收会到，叫做快递吼。好，有一天有一天暗时，小明甲阿公去食饭的时阵，这阿公忽然间甲这个小明讲，厝里有快递是伊的。哦，迄当阵小明就强忍着泪水。我心内就安尼想讲，哎呀，我就知影，我其实我就是隐藏的富二代。进前遐个算车拢是伊就要来甲我鼓励来激励我，即摆怪机会来啊！这个小明就强忍着伊内心的这个激动，尽量用一寡用一个较无了无紧的口气，甲伊阿公讲，伫倒位？伫倒落？阿公讲，伫倒店。新竹货运的快递，早起有帮伊签啊。好，咱台湾人有勤俭的本性，一生努力打拼奋斗，目的就是为着要留一寡产业，通互咱的后代子孙、后代子孙有较好的生活通过。因此呢，真侪父母。就安尼疏衣节食勤俭内度，为后代留地、留厝、留事业，然后囝儿时势会当无烦无恼的生活伊的费用，就是甘愿家己安尼做牛做马，一直拼到上尾一口气。以前住伫新北市有一个厝边，伊是安尼。厝里已经拢借钱过日子啊，我嘛有互伊借。伊嘛是要咧，互伊的查某囝去迄落补习。我要甲我的师长甲伊打趣讲，这是互伊考的吼。无想到无几年了后，阮兜嘛是共款。明明就已经无啥物钱啊，我嘛是安尼爱摕一个拿一个，安尼存一个吼。我就是爱斗一寡钱，即个囡仔去补习。我做爸母的，就是讲讲会当为即个囡仔会当留落啥物款的前途，因莫输伫起头。今仔日，咱要对圣经，咱要来看一寡伟大的人，到底因为子孙后代留落了啥物？相信这是咱。基督徒应该爱学习的即个典范，互咱的性命无空空，将来留落属灵的产业，来对应子孙，互因会当得到福气。咱大先来看，亚伯拉罕伊留落这段，亚伯拉罕留落这段。咱经文伫遮，我无互大家念吼，咱点看吼，有时间看就是即段经节好。亚伯拉罕伊受着上帝的呼召，因规家伙来到迦南地，来到世界魔力橡树店，亚花往伊显，甲伊讲话，然后伊就为耶和华起一个祭坛。无论伊迁徙到倒落，伊拢是为上帝起一个祭坛来敬拜。对安尼，伊的囝儿以撒嘛是安尼有样看样，学习伊的老爸起祭坛。伊的孙雅各也是对安尼来学习起祭坛来敬拜上帝。就安尼。伊变成是规个以色列民族的一个信仰。这段是啥物？这段是用来献祭的一个元旦，有时也用来做举行这个宗教礼仪的一个处所。这段也代表是
上帝甲人相拄的所在。这段是用土粉石头贴起来的悬台，然后伫顶面来献祭物。因此呢，这段是代表上帝甲人的和谐，是咱人向上帝的敬拜。这是上帝的祝福，以及上帝甲人立约的一个记号。到伫新约的时代，就用这个祭坛来代表是礼拜的一个意义。祭坛就是信仰的记号。啊，比来喊伊的家庭有祭坛，代表伊的家庭是有信仰的家。因此呢，啊，比来喊伊留落水果好的信仰，互伊的行顺顺。今仔日就是即个信仰来救赎了以色列人。若无，因可能早就对即个世界灭亡啊！咱应该爱反省，咱是毋是有留落祭坛也无？伊诚是讲，到着咱即代，咱就将父母的祭坛甲拆掉，无我是祭坛来改换，变做是佛堂，或者是道堂。咱爱珍惜，只有敬拜上帝的祭坛即个存在，才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甲恩典。只有上帝的祭坛存在伫即个处，咱才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甲恩典。第二个，咱要来看是阿伦。阿伦伊留落伊的管。好，以色列人的祖先原来是游牧民族，为着无养即个牛啊、即个羊啊，有时因着爱伫山岭，翻山过岭去行一寡较崎岖的道路。管是保护因的米，随时都用会着。行路伫头前爱用会着。圣经中有真侪有讲起到即个管的即个记载。阿伦的管除了有一般的意义以外，佫有特别的意义。原来伊的管是迄当时伫法老王面前行大神命的管，伫红海洪水分开的迄个管，互石盘出水的管，即个管，以色列人同在。因带因出埃及，并且呢，行伫旷野40年久的一支管。因此呢，这支管也称作上帝的管。出埃及第17章第9节，伊讲起这管是上帝的管。带领以色列人甲对敌来征战，一支得胜的管。这支管甲一般的管无相像，有伊特别的意义存在。管的用途除了平常时使用以外，有当时来用做来当做是武器，甚至是那个处理甲家法来处罚的一个器具。过来，伊也用来表示一个国家的富裕甲兴旺。古早时代，这个中东国家也用这支管当作是王主权的代表，也用铁或者是黄金来制作这支管。代表第诗篇23篇第4节，又形容着上帝就亲像牧者，用锤用碗来保护甲安慰伊的鱼。所以呢，管也代表着上帝是咱生活的靠山以及源头，是咱每一工的保护。当咱行大失错的时，也用管来责备、来责罚。所以呢，管是代表上帝的快乐甲宽容，伊的确要保护甲引带。阿伦是留落即款的信仰。以色列人，阿伦留落管。摩西呢？摩西留落啥？摩西留落律法。摩西
写了律法，吩咐利人将即个律法放伫耶和华上帝的约柜的边啊，会当伫遐来见证以色列人的实存。通常律法是指摩西的五经，主要的是要强调命令、典章、诫命、规矩、誓约、礼仪这的律法。简单来讲，伊就是要表达上帝的旨意。甲是人应该真的义务，甲应该爱守的规矩。啊，一句话来讲，律法就是上帝的话，是咱人应该爱遵守的本分啊。当摩西伊伫要临终的时，伊就将这个律法交代予以色列人爱遵守。伊讲：你若听叹耶和华你上帝的话，接受这个律法所写的诫命律例，耶和华要阁欢喜你。即使你的心背拗，无听叹，你的日子袂久长啊。对今仔日来看，律法书是圣经，摩西伊留落上帝的话，互咱来遵守，互咱来遵守。伫1874年，美国纽泽西州有一位青年，伊收到伊的阿公留予伊的遗产，伊的遗嘱顶面讲：我亲爱的囡仔，我将我使用的即个圣经以及其中所有的拢互你啦。其他的产业，伊拢会当来卖掉、处理掉，来行政务以及来处理我的丧事。剩的拢总互你。即个力量，伊嘛真阿萨利，伊就将有遮的全部的财产拢共卖掉。办完丧事了后，伊落地啊嘛剩无几百箍，真紧无偌久伊就开完去啊。煞只，伊就过了35年艰苦的日子，幸好到有一天，哎呀，伊感觉即个日子已经无法度再长落去啊。伊决定要来搬厝，好，伊就将厝内的物件开始，好来装箱打包整理。你若伫整理物件的时阵，你就有即个经验。吼，你物件吼摕起来整理的时，你就看顶头若有经验，你就边仔摕一块布啊，吼，你就甲切切，顺线就掀开来看嘛，因为太久，当时物件太久，已经毋知内底会使物件，吼，所以哪整理就哪看，哦，这衣衫有啥物款的记忆，啊，就会搁找出来。所以这变做是一个人的惯性的一个习惯啊。所以这个伫咱伊伫整理物件的时阵，伊就看着讲，哦，阿哥留落来的即本的圣经，顶头哦高一沿的即个那个音页，所以伊就边仔有一个倒布，伊就甲摕起来，切，切就切去，啊切了后就真好奇，伊就甲摊开来看，一个拍开才发现内底。竟然有一张5000块的美金，啊，搁有纸片，啊！这本圣经，伊竟然放伫遐用遐35天时间这样久，假使伊人早一日来摊开这个圣经，伊就会当早一日来找到这么多。较早现开圣经，就会当较早发现内底的宝贝。真正，圣经中有母强母亲的宝贝藏伫内面啊，所以你爱去发现，而且爱去行去做，爱去遵守，你较会当互咱得到上帝的祝福。美国有一个总统。叫做林肯总统。林肯总统伊捌做过见证讲，我感谢我的父亲，留予我一本圣经以及信用，留予我一本圣经以及信用。因此，咱是毋是嘛应该将上帝的话留予咱的兄弟姊妹，留予咱的后一代？
过来咱要来看伊啊。先知以利亚，伊知影上帝要接伊转去，伊要竞选以利沙做伊线接的继承者。伊问以利沙讲：“我要甲你做啥物？你答落去无？”以利沙讲：“求你将感动你的心，互我相分。”当以利亚直接上天的时，以利亚留落外衫互以利沙。以利沙用伊的老师以利亚的外衫拍水，水就分相平，伊就过约旦河来。咱毋知以利亚的外衫是生做啥物款？通常犹太人的外衫是上界价值，伊会当用来遮砍伊规身躯。咱台湾一年有4季，因遐的天气一天有4季。中昼是热，敢若爱穿短裤吼，足热。暗时是爱寒甲，你着爱加棉被，吼爱吹暖。咱遐个送乡的人，若是无棉被，因着只有用迄个外衫来盖伊个身躯。伊若无迄领外衫，暗时伊会寒死。所以摩西律法有安尼的一个规定讲，一个人伊若是送乡到必须爱转外衫来借钱的时，暗时迄领外衫你着爱先翕伊哦，因为即领衫是伊唯一会当互伊温暖、互伊维持活命的工具。耶稣伫顶十字架的时，伊的外衫嘛去互脱去，互遐个兵丁偷口啊，甲伊分去。你知影保罗伫咧传福音的时，伊嘛捌因为伊的外衫无炸着，伊反复提摩太，甲伊炸伊的外衫回来。好，以利亚的外衫，伊代表着属灵的溃烂，代表以利亚的形象、人格、身份、名声、职业等等。通常咱看人穿衫，你就会知影讲，伊即个人伊所代表的身份是啥物？譬如讲牧师、医生，还是律师，拢有因代表的服装。所以以利亚伊整个的人格，伊就显现伫伊的外衫顶面，伊就将这个留互以利沙。果然，以利沙伊做先知了后，伊的表现也是真伟大啦。你知影伫古里有一个营地叫做社委营地，伊是纪念台湾社委牧师的吼。这个社委牧师伊死了后，伊有留一领裤，宝贵的裤。我有去看，迄领裤是安尼补到无一块裤，宝贵的一领裤。只是即领裤悠然保存伫中营中学的历史馆，伫长隆中学的历史馆，互人来观看，互侪人来纪念伊的故。小翔，但一世人拍拼到末尾，悠然要爱将整个的人格留落来，放伫正人的面前。摆咧正人面前的，毋是外衫。是咱的形象、人格甲名声。过来，咱要来看约书亚。约书亚伊留落石头。约书亚伊带领以色列人结束40年的旷野生活，将伊要过约旦河，要进入到迦南地啊。当祭司跟约柜脚徛伫约旦河。水就这顿喷去，这是过红海了后的一个大心验。所以约书亚命令12个支派，一个支派要摕一粒石头来甲伊贴做伙，来成做日后的见证，互因知影上帝为着因，互这个约旦河迄个水这顿喷开的这个心验甲见证。伫台湾有真侪人耍石头，
尤其是一寡奇奇怪怪的石头，也是内底有保障成分的石头，拢真有价值。会记我大学的时阵，因为我大学我是读台湾新学院教育系，我捌伫嘉南一间教会实习。咱知嘉南是海海，真济海边仔会当去佚佗，总是有人醉翁之意不在酒，伊是伫石头，其中有一个回忆。伊常常就利用下班了后，即个时间，伊就走去海边仔捡石头，因迄个海岸，出产是黄蜡石。我会记咧小朋友，迄时阵因囝教我另外送我一个遮细粒的黄蜡石，后来我有去问迄粒爱1000块，真有价值。你知伊个囡仔叫啥物名？伊迄个囡仔就叫做梦石。伊连面梦就要面梦就石头伊个囡仔叫梦石。好，有时我叫大家摕石头，上主要的是石头伊本身安怎？伊袂朽烂，袂生菇，袂后，袂臭，佫会当永远来保存的。这就是上好的见证，奇妙的见证。有时我要将这个伟大的见证。永远留落伫以色列人的心目中，永远就毋通放弃。由此以来，无论是圣经中历史上一寡伟大的见证，永远拢互咱笑脸不顾，就亲像玛利亚的见证一样。普天下拢着爱纪念伊，就亲像石头遐尔的坚固，袂朽烂一样。亲爱的兄弟姊妹。你要留历史，你袂当讲，你也无法度讲，我啥物拢无咧留，我啥物拢无咧留。其实，无论是好，或者是歹，加减拢会留落一寡啥物件。耶稣上天进前甲门徒讲，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7节。耶稣讲，我也要对地球，就伊要用搁一个保护师，互伊永远家顶大，就是真理的神。27节，我用平安留底互恁，我将我的平安赏赐恁。我底互恁，毋是亲像世间底互人的款，恁的心无有地烦，也无去惊喜。这段圣经咱做伙来读一下，对这个经节，咱看见耶稣留落圣神的保护师，搁较留落伊的平安互咱，就是伊所疼痛的囝儿啊。上帝伫遮伊特别讲起着我的平安，伊所讲的应该是通过救赎计划所带落来的真正的平安，毋是一般人所仰望的平安。咱是人，因为进入了完全的状况所得到的心中的平安。耶稣留落平安互世间人，你要留落什么？仰望你所留的是水的脚印。最后，我用一个结束用一个故事来结束。早时有一个真好业的官位，一个阿婶，伊有7个后生。因为生活太好过、太富裕，这个囡仔一个比一个较贫寒，车花要食毋讨趁，无一个正经。这个老爸知影伊家己的时间无济，伊伫伊过身进前，忽然间伊买30大甲的土地，
然后叫这7个后生来到伊的眠床头前，甲伊讲，要甲伊讲啊，这个后生来到爸爸的边啊，因心内就开始暗爽。每一个人拢会当分着袂少的财产。这一世人食清非类拢免烦恼。像在这个老爸临终的时，所甲因讲，我将我全部的财产拢台伫我所买的土地内底。我死了后，恁就爱去敲找，爱去掘，爱去挖。大先挖到的人会当独独分一半，其他的一半就互遐的六个去做回复。讲完，老爸伊就转。老爸想出一个办法，7个兄弟仔，因就赶紧来见，因感觉上有可能会用会挖到财宝的所在，就拼死来挖。规工落来，哇，忝坏坏。虽然真忝，总是第2天拢无人敢面单，因为惊讲你若较慢去，会去互别人先去挖去，因就继续拍拼来挖，拍拼来挖。1个月了后，每一个人的体格拢锻炼起来，拢看起来拢头好壮壮，这看起来大家拢足健康的，嘛变做拢钱骨力。伊若已经将所有的土地都已经挖过一遍，拢已经掘过一遍。总是真奇怪呢，哪会拢无人挖着老爸所讲的迄个财宝啊？拢无看到。这个时阵，天顶雄雄落一阵大雨啊！有人就提议讲，无咱归去，将这30多甲咱已经掘松的这个土地，咱来野种啊！看是种种稻啊、麦啊、蘑菇啊、菜苋啊，啥款啊？哇！大家斗票，全数拢通过，因就开始做伙来野种咯。1年了后要收成啊！哇！大丰收啊！这个兄弟仔因全部拢变做小富农、好野人啊！只是因才了解，哎呀！老爸留互因的财产是比因所想的钱，这钱银搁较珍贵的物件。是啥物呢？就是独立、靠家己，兄弟有疼，互相帮助，勤俭、骨力等等才会水的品质。结论来讲，今仔日咱做父母的。拢希望会当留落上好的产业，互家己的子孙。那安尼，啥物物件是上宝贵的产业呢？是金银吗？是田园吗？是厝体吗？是地位吗？是名声呢？我想，这个拢毋是。上好的产业就是一世人敬畏上帝、利益正人的基督教信仰，以及一切信用的表现，不管比着会讲金甲银，我拢无，独独将我所有的互你。是耶稣就是咱伫世间上宝贵的财宝。请你甲边仔的人讲，耶稣是你我上好的宝贝。耶稣是你我上好的宝贝。耶稣就是你我上好的宝贝。咱三共做伙来祈祷。听从阮的阿爸爸上帝，阮真感谢你，你留落救赎的平安，互阮会当脱离罪的牵绊，享受你内面真正的平安甲头发。今仔日阮要讲，除了你，阮无搁有啥物财宝啊！你就是阮上好的宝贝。主啊，你就是阮厝边的主，主啊，你就是阮家的传家之宝。主啊，若是已经是全家信主的，求你坚定因的信仰；若是还有厝边的人还未信主的，求
求你施恩，继续引带带领。感谢主，听阮伫你面前有声甲无声的祈祷，安尼祈祷袂通的是奉靠阮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那家下这大家咱去另外已经归诶话信息340我想主的正，咱来传承。咱请洪书记的同工来就礼。
魔术你就要介绍新的朋友嘛。兄弟们，我先来介绍就第一摆来到咱中间的兄弟们。好，那么我就先来介绍咱今仔日邀请连会牧师来到咱的中间以及伊的前新师长伊师长是布农族布农族的咱的这个兄弟叫布农族的名我看一下，比利啦比利啦，来比利比利。咱是即个台北的教授台北的教授最近拄啊调派伫咱国家的教育研究院国家教育研究院差不多拢是即个考试即个方面还有其他的研究，所以带真侪研究生伫个即个即摆嘛伫即个武林大学的教册所以伊是博士博士伊的汉名汉文的名叫做田柳姓产姓产田柳应该是复姓老田产老田柳所以这个上帝咱的牧师这个连牧师有产的产田柳从活从活所以这个感谢上帝夫妇两人对伫这个牧会的过程拄啊初开始教会咧牧会。感谢主有机会来到咱的中间来分享，我一遍拍鼓来谢谢大家。小报告咱先来报。刚咱来看咱的主播咱要感谢郑慧牧师今仔日就是咱靠教会来跟咱分享咱多谢伊。第二项是。咱信歌队即摆要邀请爱唱歌的兄弟姊妹，拢应共进来练歌参与咱整个圣歌队的施工。咱有兴趣的兄弟姊妹因向咱信歌队的队长林博颖弟兄，林博颖可不可以起来一下？咱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迄个今年度的献歌队长我想要邀请大家来做伙来参与个献歌队的比赛啦免惊讲晓唱袂晓看谱无要紧，阮甲即个困难甲即个你有可能有挂牌的物件咱到阮依婷老师就好啦。阮内面像我定定看谱四部看看我拢一定伫四部内面，毋过我毋知我唱是倒一部。所以免烦恼，所以咱做伙来锻炼，做伙来练歌，会当讲大家当做伙来唱。有一日咱会当伫咱教会当中，咱会当直接咱伫做礼拜时，直接就会当有四部的歌唱歌做伙献伊个信息安尼出来毋免甲我报名，直接来就好啦。直接来就好。阮练歌的时间是每礼拜六下晡4点半，到6点。佫有一个你若时间袂拄啊好诶，阮礼拜日伫这礼拜线，阮11点嘛佫有练歌，就是讲大家做来参与。好，谢谢。我营弟兄，如果有人唱出第5部的要安怎？你参加我相信会赢的咱有医院干事会甲咱讲。第三点是咱今年咱葡萄组的小组要继续要办咱幸福小组为4月30号开始连续6周的时间这摆因的主题是 lost and found， 就是失去的跟找到的那欢迎大家可以带你的新的朋友
来参加这幸福小组吼。第4点吼是咱台北市中会福禄行动吼，因为5月初6是拜六早起9点半要伫大球行到会举办庆祝母亲节感恩的礼拜请有兴趣的人吼，您的卢云林姐妹，可能华语堂那我们可以有兴趣的兴趣的人，拢应该报名第5点是咱台北市中会福禄处是讲吼，伊5月25到26要举办爱修会地点是伫福隆飞跃饭店刚讲员是谢大卫牧师有兴趣的人，您迄桂珍的执事赖桂珍执事报名第6点咱新的垃圾归类的还有地点都有更换到那就球斜对面的迄个角边吼请大家如果要等你的粪扫的时阵吼，您去摕去遐。第7点是咱家长的成长班吼，已经伫3月7号吼就开始上课一摆是有12个礼拜欢迎有兴趣的家长您家庭来成长兴趣的应该洪文乡传道报名第8点是咱教会每个月拢有咧代祷信请行这如果各个家庭有需要的拢应去那个公布栏咱的公布栏来填下关怀代祷的部分是咱以厝的疗养的行这有谢惠美、杨玉珠、姚卫新、苏绵颖、洪文香、林晨清、赖建士、林建士、林哲修、曾文德、郑美霞、罗金丁、徐建廷、林怡美珠、大医的有李希明、洪本展弟兄的妈妈，个白喜秀英咱红衣人还有部分请咱大家来看平台，再甲咱的会议刚刚来欢迎。有要补充？咱来看今仔日的题目今仔日题目是触感福音。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怜悯甲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感动，常常甲咱众兄弟姊妹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One, two,
主要你后代卡，最近被调到国家研究院去了。哦，那你们住哪边啊？